来看加拿大国会下议院的议长罗塔进前伫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面头前，学了一个第二阵时期帮德国纳粹烧阵的乌克兰的老兵哦。这个政治风波佮继续的传烧，议长罗塔昨已经辞职了。I must step down as your speaker. I reiterate my profound regret for my error in recognizing an individual in the House during the joint address to Parliament of President Zelensky. 虽然前一天公开伫咧议场会议内，不过阻碍俄罗乌克兰的纳粹老兵的代志是也未停来。加拿大国会下议院议长罗塔日前伫咧甲党内领袖会晤了后宣布辞职。总理杜鲁道几工前伫咧媒体进前也讲，规件代志互加拿大国会甲所有加拿大人拢真无面子。外交部长张美兰也讲，这种错误是无法度接受。 Obviously, it's extremely upsetting that this happened. The speaker has acknowledged his mistake and has apologized. Bu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deeply embarrassing to the Parliament of Canada and, by extension, to all Canadians.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日伫咧加拿大国会发表演讲，罗塔邀请一位已经96岁加拿大乌克兰的老兵洪卡出席。 甲大家介绍讲，洪卡不为乌克兰独立来对抗俄罗斯，俄罗伊是乌克兰的英雄，也是加拿大的英雄。全场两边徛起来拍鼓来鼓励。不过犹太人权组织西蒙维森塔尔极有中心指出，洪卡伊是伫纳粹德国称为队第14武装集团兵师，这个部队被指控杀害波兰甲犹太民众，互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是犯罪组织。波兰教育部长切内克讲。 已经采取措施要引导洪卡。俄罗斯也趁这个机会敲击加拿大。俄罗斯驻加拿大大使馆讲，这件代志将会永远留伫咧史册。加拿大人应该想看卖咧，因为领导人伫咧俄罗斯人，因伫乌克兰所支持的，如果是一个什么款的政权？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